高雄的朝阳图书馆成立全国头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宗教据点，由市立联合病院来甲图书馆合作，针对着时代需求，规划课程毋但有医疗门诊，这时代佫会当甲囡仔做伙读图本、讲故事，希望这时代拢会当健康食饱字。时代摕歌书本开喙唱这首《爱你无分寸》，唱甲真大声。下晡时啊，时代来到朝阳图书馆来练唱，对因来讲，来据点上课已经是日常代志。这是高雄市立联合病院甲朝阳图书馆来合作，设计各种特色课程，试办免2个月啊，时代拢真喜意。当唱歌啊，你的心情啊，快活无快活，拢会当唱歌，会当发泄出来。然后，身心更健康了。原本吼，阮拢唔敢徛喺头前唱呢，到尾也敢摕麦克风去头前唱呢。由联合病院朝阳图书馆代表甲明代做伙宣布启用，这是全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长照据点。病院针对长辈需求设计无同课程，包括绘本的朗读、手作课程、气功等等，卖利用图书馆的资源。若是长辈有医疗需求，嘛有医疗人员伫据点替长辈问诊，佮有医疗讲座，互长辈会当知影家己的身体状况。据点家吼，药师来的时阵，会当全部药啊，互伊顺一个。啊，若无需要食的吼，就会当写单，提醒医生讲是毋是这项药啊，就无一定需要搁再开啊。长辈吼，定定拄着的问题就是困了无好，头壳痛吼。那其实阮有当下，阮嘛会甲阮的专业吼，甲因讲吼。根据国发会研究，2020年台湾就是超过龄社会，目前朝阳区60个岁以上长辈有5万多人，连伊已经伫社区设置5个4级的长照据点，每年阁会增加2个，毋望长辈活到老学到老。记者张义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